台中市政府伫5日来建立着宽和自行车道，全长是1.2公里，宽度是4米，串联着附近的自行车道。游客只要骑铁马，就会当来欣赏着豪华美丽风光。 车友伫脚踏车道里欣赏风景，这是5日宽和路新设的步行脚踏车道，提供爱骑脚踏车也是散步的民众加一个休闲的好所在。骑车可以保持身体健康，所以希望大家多来这边骑车。步行顶脚踏车的专用道，长有1200公尺，宽4公尺，为乌日广场到乌日大桥，而且连接本来宽和脚踏车的路网，提供车友一个安全骑车的环境。 它刚好又是在我们河堤边哈，算是一个制高的地方，所以我们这样子一路沿着河道骑下来的时候呢，可以看到我们整个那个河道哈这边漂亮的地方。这条专用道特别是中间2个牵引道，同时起点所在有设休困的平台甲椅仔，或者变成另外一个骑脚踏车的天堂。